学33种语言的吗？哦，这种手机程式 App， 这个选项中文 Chinese 中文 English 英文 French 法文 German 的德文了意大利文 Japanese 日文，还有葡萄牙文，还有俄文，还有西班牙文，还有土耳其文。哎，这样不是30几种啊？没有泰文、越南文，没有韩文呢。啊，这是简体字的呢。나는 프랑스어를 말할 수. 什么是韩国语呢？哈，学韩国语的呢。然后有显示中文的话是用简体中文，念韩语。 나는 프랑스어를 말할 수. 哎呀，这怎么设计的？你看到的是这简体中文，按下去变韩文。 모국어는 무엇인가? 还会念哦。你是哪里人？ 당신이 어디 출신? 哎，很进步呢。好棒好棒。哎呦，要主题的嘞哈。哦，这种手机程式